咱继续就来探讨重大的嫌犯，为着歹互掠去关，拢安怎来逃走？第一，坐桶仔来偷渡；第二，摕假护照来出境。像前立委罗福族，当年嘛是炒股票大抽15亿，逃走去中国，伫咧当地做钢铁厂的董事，到今也是逍遥法外。也有江山集团的前总裁詹正仁，炒股票超大，被判刑11年，嘛是马上切断甲外界的联络，逃走去国外，即卖伫咧美国、加拿大迄块地仔咧活动。资深的刑警来透露讲，若是摕假护照来出国，多多少少也是会留下着记录，所以大部分的人也是会选择坐桶仔，讲50万起跳，甚至会花到200-300万。船伫海面海来海去，环境慢慢挖紧跳进船，详细检查，就见过有人坐桶仔想要逃渡。涉枪今天会怎样？50到100，船家也会看你是什么咖，经济犯或者这种知名人物啊，当然就会收费更高。大部分人会走去中国，像前立委卢福族涉嫌炒股票等案件，赚15亿，被判刑确定2021年走出去，伫中国改名换姓，变成钢铁厂的董事，日子真好过。46岁的曾正仁上星期一听到遭判刑11年定谳之后，立刻切断与外界联系。前江山集团的总裁詹正仁涉嫌以人头口座炒股票，违法甲银行超贷，国台锁定有348亿，被判刑11年，走出去。即马敢若秘伫美国、加拿大地区。因为即马共款伫正段咧走条的白龙张安乐，较早嘛因为恐吓处财被通缉，走去中国拍什么美国追溯期了后，闪过落岳之灾，共款会当倒来台湾重新开始。啊，有的人是坐桶仔坐船逃渡，也是为着寄护照，用别人的身份想要走出去。要不这款的做法共款有风险。入境国的机场还是可以查到一些蛛丝马迹啊。那你若坐桶仔就是完全就是地下的管道过去嘛。这一条路最近也是比较没有那么畅通。但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哈，所以说，一般涉案的都还会采取这种坐桶的管道哈，来潜逃到中国大陆地区。经济犯大部分拢有钱，使鬼会下无，船头计冒险嘛要将人送出国。不过最近几年来，两岸关系较紧张，坐桶仔嘛查了较严，想要行地下小三通，恐惊无遐简单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